行转爱走。唔敢要探过无为创嘅歌，风吹来，其腰骨会开嘴，树命高，其头身会出声。富丽十方度嘅无为好唱歌，春江时嘅定国意，无穿无丝爱思想，其实其足动无水。做无大好，送到锦米手，渡到龙国，无为想过来，少年国长岁岁嘅烹面。后生港中年，富良美国假到乃富山挑夫，行业咩为合作做茶股，983列门牌号码几千台，还有咪讲一电台，决定大家来到草田顺，好好啊10万分。凛冽的寒冬过后，迎来春暖花开的季节。这时也是富里农民开始春耕的时节，一片又一片青葱的稻苗平整地排列在农田里。花莲的富里坐拥大片平原，加上群山环绕，环境优美清静。但因为夹在关山和玉里2个观光盛名的小镇中间，富里成了一个外地人较少拜访的桃花源。钟宇恩，花莲富里人，小学毕业后就北上求学成长。富里对他来说，原本只是童年的回忆，但现在他却成了富里有机米品牌的经营者。其实我觉得回乡是一件意外，就是其实我本来没有立志就是要回乡或是干嘛，因为其实我本来念研究所，那我过去的背景其实念社会福利，然后其实一路就是一直想说可以可以一路就是往那个社福的方面走，然后甚至我念研究所的目的是那时候我在写长期照顾，那其实对我来讲那个东西比较长照我比较能钻研或者比较能发展的应该是往所谓的国会，所以我一直以为我要去当国会助理，对，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就人生有些意外，就是我爸爸在99年9月9号那天生病，就主动脉剥离，然后是算一个蛮危急的病，对，那可是也因为这个事件促使我有机会开始思考回乡这件事。回乡的钟宇恩接下了爸爸筹划的农产合作社，并将他们产的稻米品牌取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台湾光复时期，钟家的祖先曾经设立建成碾米厂，后来一度中断经营，却在钟家后代子孙之中口耳相传。而为了找回那份感动，钟宇恩回乡后开始寻根。富里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然后很放心的地方。那这放心是说，不管是对旅人来讲，或是对游子来讲，就是你回到这个地方，你像自然的会很细腻。就是怎么说？我用放心来形容，就是说你会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然后你也会觉得这里很自在。那哪个地方会让你这样的感觉？就是家里嘛，对，所以是一个很放心、很自在的地方。然后，但是这个地方确实目前面临很多现代的很现实的困境啊，包含人口老化、年轻人口外移，所以你还是得想办法突破这件事。所以，其实这几年，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伙伴的力量，先建构一个属于家乡的产业。那这件事情才是真实的，因为有产业，不管哪一个年轻人回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那其实相对而言，就有更多年轻人可以回来。因为他们回来不一定务农，但是这个前提是得让这里的职业更多元。如果不说，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这3位在农田上放肆奔跑的年轻人，全都是百大青农的得主。陈明宗和陈绿远都是富里的孩子，和大多数在地的孩子一样，他们在高中或是大学时期就离乡到外地就学。
直到近几年才陆续返乡，一个个都成了农夫。他们都是钟宇恩稻米产销班的得力伙伴。其实我是在那边长大的，然后因为我爸爸生病，所以就回来接家业，然后也是务农这样子。对。那你那时候有很挣扎？有，超级挣扎了大概快半年吧。然后就决定还是回来好了。对，因为觉得家里有这些事业，然后放着没有人管，那就回来试试看。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是学摄影的，是拍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那个落差很大。因为以前拍片都嘛就3、4班这样子在拍，就没有那个作息都很不正常、很不规律。那回来这边，白天可能4、5点就起床，晚上8、9点就睡觉。那前半年真的很痛苦，很不习惯。从时尚的都会摄影师成了花莲乡下的青年农夫，虽然一开始很不适应，但陈明宗最近也开始体会到了乡间农忙生活的乐趣。我觉得很庆幸我真的有回来，因为也谢谢我爸就留那么好的基础给我，然后也谢谢我认识到这些朋友，我觉得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很棒。陈绿远也是富里返乡的青农之一，因为坚持家里的田一定要自己耕种而回乡继承。他从一开始是位连田间放水都有问题的菜鸟农夫，到现在可以侃侃而谈，讲出一本自己的种田经。我们这里的小朋友大概国中就要离开家里去念书了，对。然后我自己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就在花莲啊，然后大学在西部、北部，然后工作也都在北部这样。对，那我一开始是我大学是念观光，那在圆山跟喜来登那个服务过。我觉得返乡就是有个伴啊，对啊。那既然我们这一群朋友们初心啊，或者是方向其实是相同的，那物以类聚吧，谈得来的人就是谈得来嘛，对啊。你如果谈不来，你要再来拜托什么，其实也都不会去有更好的结果。那觉得大家都是想要为这个地方做点事情，那就一起做。青农返乡大半都是因为家庭因素，但像陈明宗、陈绿远和钟宇恩这样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够一起打拼的却难能可贵。在青农返乡的风潮下，这几年富里的稻米产销班从只有7位农民种植面积10公顷的小型产销班，发展到现在有30多人，共72公顷的富良稻米合作社。而钟宇恩也在2016年获选为100大青农，他把人生的岔路越走越大条，越走越稳。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稻谷储存的地方。那因为台湾比较潮湿，所以其实基本上一定要冷藏储存。那现在的环境大概是15度左右。那这个因为是做有机，所以说其实我们做有机米很重要一个就是产销履历。那更简单来讲，就是每一包米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对，那当这样的时候就必须要做好的储存管理。那像这个就是简单来讲，这就108年2期做，然后134号，然后这包稻谷大概是1076公斤，然后是这个农民的，然后所以他当碾制出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对应到说这一刀稻谷是在哪一块田地采收，然后他哪一天插秧，他哪一天割稻，甚至他哪一天施肥，就有一个完整的生产履历。记载的越清楚，就越可以回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细节，这是确保万一有环节出了状况，能够马上找到问题，也是钟宇恩为了消费者设计的控管机制。另外，他带着产销班农友加入影像化生产履历平台，引进工研院的稻壳碳化技术，让原本是农业废弃物的稻壳摇身一变成了改善土质的肥料，还有把碎米、米麸、胚芽米萃取液做成稻醋液，来防治病虫害，延伸米的用途。
这群富里青农的基地是一座荒废多年的旧糖厂，钟宇恩把它改造之后成了办公室、米仓和产销公司，更是外地人认识富里米的起点。基地里除了自家的米，也成立了地方特产。这里甚至是旅游咨询中心，提供外地旅人认识富里的中继站。花莲富里坐拥在花东纵谷的海岸山脉，这里的山脉岩层属于麦饭石矿区，自然就成了灌溉水的天然过滤器。再加上独立的水系、秀姑峦溪的源头没有污染，以及火山泥土壤肥沃，呈现黑褐色，中宇恩就以黑黏土种植的稻米作为品牌特色。中宇恩的产销班唯一的契作稻种是高雄139，它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稻种，目前只在花东栽种。白米吃起来软 Q， 更带着一股淡淡的传统米香。你有没有拍脸？有没有出来？有很多的，然后再加上谢佳玉。中宇恩平时就像这样号召合作社的伙伴一块吃饭，一起激发米食创意，让米除了当主食，还有担纲更多不同角色的机会。2、3，好，开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示范说，平常就是其实，在乡村，就是现在我们新一代回来，就很常会有这样一个氛围，就是营造大家固定一户拿一道拿手料理。然后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想说，透过米饭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如果你在台北，在都会区要煮米饭，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其实常常人家说煮饭要再煮菜，可是其实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都是一次就可以搞定的。对，你可以把它加个腊肠，或者是加个海鲜，它就会有不同的风味。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讲，米饭是可以让透过不同方式让它好好品尝，甚至它可以做成蛋糕，可以做成芋圆，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点心、馒头。对，所以其实它是很多样化的。富里是台湾有机米种植比例最高的地方。钟宇恩深感家乡山明水秀，但观光人群却总是被邻近的玉里和池上2个乡镇给吸走。他和青农伙伴为了让观光客在富里停下脚步，号召在地年轻人组成富里983团队，每年秋天举办古道秋声音乐会，借着音乐会活动凝聚乡民的认同感，也推广地方产业，鼓励更多人亲身来体验富里的美。因为大家都知道池上，大家都知道玉里，然后大家都是从富里经过，可是他们不知道富里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很美。那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的最初衷就是想要让富里被大家看见。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即使我们知道很难，可是我们大家还是就是聚在一起把它完成。对，我觉得这不止就是完成古道秋声，然后也更加就是坚定我们彼此就是各个伙伴之间的感情。音乐会的场地就是旧米厂基地前面的大草坪，大约2个足球场大的平阔绿野，斜坡向下是迎风摇曳的稻浪，向远方望去，则是仰卧的美人山。这样的富里美景，怎么都看不腻。多一点人认识富里，那也希望富里的在地人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可以多一点认同感。钟宇恩和富里的青农伙伴不断地想办法，让家乡的特色和人物可以发生关联，努力促成一件
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就这样一个拉一个，让原本只是点头微笑的邻居同辈，现在变成了古道秋声音乐会的坚实伙伴。他们以全台湾最大数目的邮递区号为名，自称富里983，标志着他们家乡富里的与众不同。行在崖中，唔敢要探過無為創嘅歌，風吹來，其腰骨會開嘴，樹命高，其頭身會出聲。富里3方度嘅無為好唱歌，春江時嘅定國意。無川無師愛思想，其實記住動無水。做無大好送到金米數，渡到龍國。無為想過來，少年唔谷場水水嘅烹麵。後生更中年，富良美國假到乃富山挑夫，行業咩為合作做茶股。983倆門牌號碼幾千台，還有咪講一電台。決定大家來到草田順，好好啊，10萬分。古道秋声音乐节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富里乡民的感情更加凝聚了。看到村里的这些长辈们，然后这些小朋友们，愿意因为这个活动，然后大家动起来，那个感觉，我觉得每一年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看到小朋友来彩排的时候，就是为了这活动，然后来彩排，然后很高兴，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这是一个舞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更看到他们对家乡的认同跟自信心。然后这我觉得更是古道秋声，更大的意义。音乐会场里的摊位几乎都是在地的特色土产，从2015年开始，已经办了5届。当地的乡亲长辈们也从观望的态度，成了主动开始期待来年筹划的伙伴了。第3年的结束的时候，你会听到来参与市集的一些就是街坊邻居们，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明年他要怎么陈设他的摊位，然后他要卖什么，他要怎么去达到减速的目的，已经可以知道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然后也有听到他们会说，哦，这是这群年轻人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是为地方在做事情这样。就是开始对于我们这群伙伴们有一个认同感。稻谷合作社渐渐上了轨道，钟宇恩将触角向外延伸。他发现富里的农民其实没有完全务农，他们往往身兼多职，个个身怀绝技。要来生活煮豆浆，我们做豆腐之前要来先做豆浆。泥火山豆腐是罗山村最具特色的美食。我之前跟我先生结完婚之后，我公婆就已经参加这个产销班了。然后我们是回来之后才认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有点像，很多朋友都说他有点像妈妈，会跟你这样唠叨着。比如说，他会看到我们不太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住的是比较大箱的东西，他心思比较细腻嘛，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不一样。金佩如夫妻是钟宇恩产销班的伙伴，农忙之余，他们会带领游客体验泥火山豆腐的制作，透过这样的方式推广罗山村的在地特色。
现在罗山村的泥火山豆腐成了这个社区的共同财产，大概有3、4户的居民从事豆腐的制作。除了是远近驰名的伴手礼，也成了来富里必体验的手作课程。用泥火山卤水做成的豆腐，口感比一般豆腐扎实，而且还有一股独特的豆香。简单加上酱油，让人一块接一块停不下来。他刚吃的豆腐觉得怎样？口感很好。怎么样的口感？对，很扎实，感觉吃起来就好像是这个豆干跟豆腐之间。富里乡的长辈其实个个身怀绝技，钟宇恩的姑姑就是一位有缝纫技巧的高手。他就想，产销班的米除了卖给一般民众直接食用之外，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包装成为精致的伴手礼呢？我本来就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我姑姑很厉害，我姑姑那个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她就有激发她的创意跟想法，然后也会帮忙去改的，或者是说买哪一种布或者干嘛比较好看，或说什么，对，就改良版这样子。其实这可以变米耶，你知道吗？提一包，对啊，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这样讲哈。有在想啊，然后我就可以多一个故事说支持老长者，那又有可以对。没有，这样起来就是可以提啦。对，就是那个棉花点那种米在里面，刚好一包。就这样依据不同的需求，客制化包装，就在钟桂元、钟宇恩姑侄2人的巧思创意下诞生。精巧的布包还可以当成环保的收纳袋。我们最主要其实是希望说，我们本来的稻米的产业，但是可以结合一些本来农村这些妈妈们本来就有的技艺。那比如说他们本来车缝就很厉害，然后这我姑姑嘛，她本来车缝就是她的很拿手的事情，然后刚好结合了我们的米礼品，因为我们的品牌叫天赐良缘，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来买当婚礼小物的。由客家花布包装过的富里米也成了婚礼的热门小物，回购率非常好。钟宇恩的产销班里卧虎藏龙，还有一位长辈邓文贵，有着一项传统的独门绝活儿，他是花东一带唯一仅存的打棉花达人。手工打的棉花，加上老板娘精湛的手艺，大约1个早上的时间，一床手工被就完成了。用手工打的棉被盖起来更贴合人体的曲线，也是镇上父母常常定制给外地游子的生活用品。一件棉被以前是要6个小时，现在剩下4个小时，因为我也买了机器，太累了，没有人。一件棉被占那几百块，没有不会超过500块啊。这是光乡下人的工作。花东原本有6间手工棉被店，现在已成夕阳行业。虽然确定未来没有人可以继承，邓文贵还是坚守着这间小小的店铺。以前富里将近3万多的人口，现在剩下6000还分了14个村庄。那像宇恩这样年轻人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啊，超好的，最优秀的就像这样的。但是没有这乡下除了宇恩厉害，我们乡下哪里还有像他早有几个这样的？像我自己的儿子也没办法。邓文贵是土生土长的富里人，除了务农打手工被，还种植一大片的苦茶树。多角化的经营，才能有较优渥的收入，是这里的农民长久以来的生存方式。直到这几年，年轻一代回乡，才慢慢有了转变。帮助太多了，农村人第一个不要说什么，就是他的榜样对吧？人又和气，这里经营的有声有色，主要不要什么他的风声就古道秋声，台湾全省有名。
让人家骗，没得找。啊，有因为这样，有一堆外地人就比较知道我们这里。这里嘿，因为这时间一到，每个家如果不是民宿的话，可能都要睡那个点啊卡。黄昏的富里街道上，角落一家旧五金行改造的文青风格咖啡店，复古的装潢，店内透出微黄的灯光。凤城3号是1978年的时候，我爸在这个县子经营五金行，然后那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名字跟妈妈的名字去为这个3号命名，它叫凤城3号。陈绿远也是产销班伙伴之一。咖啡店沿用爸爸的商号名字兼民宿，提供外地人落脚处外，也是镇上艺文活动的基地。这个其实是一个空间，它不会只是单纯的咖啡店。那我希望就是这里是可以成为认识富里的一个入口，然后也希望可以带一点刺激给这个地区，所以这里会办一些讲座啊，或是分享会、座谈会等等。泡一杯咖啡，悠哉的和3、5好友闲谈，是这群返乡青农的日常。身为产销班的负责人，探访和监看产销班组员的种植情形，也是钟宇恩的工作重点。姑当做几年啦？姑当你是讲小时候哈？我是从小就做田。啊，今年几岁啦？40年次的，你猜猜？生日还没到啦，18啦，说30的。啊，虚岁是70岁的。我以前做管琴的，不小心就中，结果那个有够难受的。好像小孩子还没有收眼一样，口水流下来也不知道，眼泪一直掉，要吐又吐不出来，那个超难受的。利用远端和农改所连线，解决农民的病虫害问题，设置 APP 系统，让农民可以回报登入产销履历，这都是钟宇恩回乡后的改变。而家乡的长辈都是他的后盾。虽然种田技术在姑丈黎焕章眼中还不成熟，但年轻一辈带回来的资讯和新技术，他们都看在眼里。宇恩之前回来就会种稻吗？还是根本不会？现在也不会种。对啊。怎么办？就是我假如讲这些经验啊，很珍贵。就是我说我从不会，至少现在就说改良场很帮忙，就是说我们因为资讯很就是手机啊什么方便，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第一个时间病虫害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帮忙赶快找。回乡将近10个年头，钟宇恩一心致力于继承父亲的产销班。他谦卑有礼和不藏私、好分享的个性，让他有一群支持他的长辈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而支持他这样义无反顾做下去和影响他最深远的，莫过于他的父亲以及从小疼爱他的阿公。转来了，你也转来啊？那让你左盼右放行吗？有了，有了，欠嘛，欠姓叫，他欠孙媳妇啦。要嘛个？在之前跟爸爸还蛮大的 argue， 这段时间真的他回来要刚接的时候，有蛮多的争执，这是难免的。完全的相信他，当然支持他，走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当然必须要支持啊，一定要支持他。我想继续努力，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努力。我觉得这一路很多人帮忙啊，那也还是很谢谢。就是说我还是很谢谢我父亲，就是因为那件事情的发生生病，所以促使我开始思考人生是有不一样的选择。那包含其实我想到的是，为什么最终选择回来，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
然后其实很深厚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他陪我长大，然后但我有机会可以陪他一起老，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他90几岁了，然后每天，我觉得就是相对在我同辈，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对，然后当然人都有生老病死，所以其实很害怕他怎么样，可是也很珍惜，就是每一刻，就是可以一起的时候。富里的返乡青年在钟宇恩的连结下，成了一个坚固的联盟。共同的初心就是想为家乡做点事，让故乡的美好可以被看见。富里在我们这边认识上就是米，然后金针山，很多老人家，很多田，对。然后我们这几年做完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个音乐会，然后大家认识了，大家会觉得是说，外面的人看来是。农村原来有一群青年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会是一种活力吧，起码是，住在这里的人，他可以看到更多外面带来的一些新的事物。古道秋生，生日快乐，万事 OK。富里透过这群返乡青年努力，名声越来越响亮。钟宇恩和伙伴们不讳言，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可以回乡。问题是故乡有没有更多样的机会能够吸引他们回来呢？他们得替这些同侪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如何让故乡走出一条新的路，是他们这群返乡青年们正在努力的目标。